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海巡署的安检所爆发着集体贪污、放行走私的离谱的案件。这是基隆八斗仔渔港的安检所，一个姓陈的中尉涉嫌甲走私渔货业者来交结，互八斗仔鱼外销中国，大赚乌心钱。北部分署第2案巡队同仁疑涉收贿包庇走私案，本案系本分署主动调查，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，相关人员均立即调离现地。为去年的8月开始，中国就禁止台湾几啊项的渔货产品来进口，所有走私犯以每一抓20万的代价，买通海巡署这个姓陈的中尉。这个中尉佮联合另外2个同仁，共同来暗号走私。因佮真嚣摆哦，竟然是公开来邀请到其他的渔货业者做伙来参与。即摆互检举，这3个官士兵互记2支的大告来态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